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你嘅產品放喺全球訪問量最高嘅搜尋器 Google、首頁、自然排位展示出嚟？喺呢個視頻，我哋教大家點樣用零成本達至呢個目標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嘅可用數嘅字。YouTube 上72個小時，我哋要3000分鐘左右先可以做。Google 搜索要200，微軟增加70，網上增加570，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歡迎。我哋點樣可以借助呢兩大搜尋器 Google 同 YouTube 為我哋嘅產品帶嚟希望，讓我哋嘅產品喺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。我哋測試一啲關鍵詞俾大家，大家喺呢個頁面可以揾到一啲關鍵詞，隨便去檢測一下。我哋今日講嘅係自然排位，個牢固程度係比你哋點擊競價廣告嗰個落差會好大。大家喺呢度睇到嘅頁面個數據係200億，我哋個行業比較窄，係以精華。Google Modern Heat 全球排名第一，我哋以前讀書都要考第一，我哋今日都要為我哋嘅產品攞第一，我哋要攞到全球排名第一。Google 係我哋呢個產品嘅品牌。我哋再翻去 video 個頁面睇。喺首頁喺27萬個數據裏邊，我哋首頁發現咗8個，第二頁嗰個情況都係一樣，第3頁我哋發現咗8個，第4頁俾我哋發現，第5頁俾我哋發現。喺咁嘅排位，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大喺我增加咗我哋喺呢個行業裏邊嘅知名度，讓我哋嘅喺呢個行業嗰個品牌嗰個效果更加理想。我哋今日講嘅自然排位並非係競價排位，我哋係用零成本將佢做出嚟。我哋喺嚟緊嘅5月20號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到全球市場推廣，重新出發。時間係下晝3至4點。如果大家對以上情況想進一步了解諮詢，大家不妨同我哋聯繫一下。我哋係香港唯一一家公司教大家用零成本